谁懂？残花寒风对空，我心在哭，因为你有苦。我心在哭，因为你为我。我心在哭，因为你为离苦。我心在哭，因为你为得度。Visto poco che parlavano da soli, ho visto poco che bastano le parole, ho fatto un buono avviso a un cattivo gioco ed ho trovato fatto quel mio solo fuoco lì.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，姜能深层洁净头皮，促进新陈代谢。何首乌中含卵磷脂，营养发根，润泽秀发，其后秀发不油不涩，柔顺好梳理。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-223-1825，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、润肤乳同时发售。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-223-1825，07-223-1825。十方法语节目为护持更多法师生作说法，让正法永驻，法音长流，才得以续佛慧命。十方人成就十方事，十方才造就十方法，十方福田广邀十方善信一同耕耘，让法轮常转，代代相传。护持十方法语节目，欢迎推荐法师，让新生代法师轮番生作说法，共创佛教美好未来。各位居士各位菩萨，吉祥如意。我们今天来讲这个《金刚经》中记这个里面《金刚经》经文，它的大意是如何？金刚经成名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一般都通称《金刚经》那其实整部经全名应该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这是在般若部一部很流行的一部《金刚经》。这部《金刚经》是一部修心养性、明心见性的殊胜经典。中国六祖慧能大师因为听闻五祖讲解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应无所至而生其心，而开大悟，因而这个融通无住生经的义理，